運動？呢一個問題我係一時中意又唔一時中意。因為呢一個對我嚟講咧係好多關於體育嘅難度咧，咁我都未能搞掂呢一啲運動嘅。喺過去1年，香港大概有8%嘅學童達到世衛嘅體能標準。體育課將會喺26-27學年納入升中呈分試，會唔會鼓勵到學生做運動呢？我唔的喎，佢到時而家即係個小朋友，即係佢要興趣啲係乜嘢嘅，咁盡量去配合佢啦。我覺得做運動咧，一定係興趣行先咯，就唔係因為你要考核，所以我就會做多啲運動。如果要令到小朋友多做運動嘅話咧，就提升佢哋嘅興趣啦，提升佢哋嘅技能，甚至乎係佢哋嘅知識啦，先至係重要。學生同家長又對體育課納入呈分試有咩意見？新報人詳細報導。